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县的中寮乡，当地有一间土地公庙赵良宫，上大特色就是拜泡面、食泡面。228三工的年假，尤其是有够多哦。这个3工就食掉4000箱5万碗的泡面。迄个泡面碗是吨价袂输是一座的小山仑同款，比这个过年4工食掉的1500箱还阁较侪真侪。 泡面土地公庙，南投中寮赵良宫228年假个创下纪录，游客伫咧3工食4000箱的泡面，比过年前4工食1500箱更较侪，和现场的本数贴甲咱山同款。10万外人有啦，超5、6万碗有啦。 7工无因试试，整理泡面的碗，还阁收纸箱碗。因做10外工啊，拢无休困。 赵良宫食泡面的故事，是因为过去信徒为着求明白，常在伫咧遮点到半暝啊，来时阵嘛拢会炸泡面，久啊就变特色。会当讲是，若来遮的人拢会食一碗泡面才离开。人多本事就多，南投埔里暨南大学连假拄到樱花季，嘛有真侪本事红欧白蛋。从里面一直堆到这里。 清一地一地本数，变扫环境，无应该变过。啊，若连假车真多，嘛去互民众骂车位有够歹找。门的这个部分的话，也有稍微的被毁损。那所以说，其实我们呼吁民众来这边赏花的时候，其实除了足迹以外，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留下。 好好讲，学校内底有4000架停车位，有重量管制，年假停车量差不多是3500台。伫咧约，大家有可能拢想要停伫咧樱花区附近，才会讲车位歹找。啊，若本事问题，已经请清洁公司加强摒扫，嘛呼吁民众早来本数，爱会记咧早走，才袂互遮变垃圾。